看到一对情侣在那个桐花树下谈恋爱，那我就把它幻想说，假如他们有一天结婚了，就合为一体。取名五月雪，客家桐花美。对艺术家伍昆山而言，桐花无处不缤纷。隐居土城山林，即使夏日已远，陶板上开出桐花，雪白片片。跟我的生活比较息息相关，所以变成桐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。生活元素用自我风格展现。烘托桐花的背景并非大笔一抹，而是一点一点洒落，像刺绣细细的韵味。点的时候，你那个手的那个劲要控制的恰恰好，有时候甚至那个呼吸要比较平顺一点。你如果太急促还是什么，那点下去会大小点。化妆土的陶料加上颜料，直接点在头上，密密麻麻的点，专注的目光，不动的指关节。伍昆山自创的点陶做法，每一回都是体力大考验。等你专注的时候，已经2-3个小时后了。等你爬起来的时候，腰也痛，手也痛了。这边正常是这样子，这边用不着了。全台唯一的创作技法无畏伤害，在意的是如何做出代表台湾或者代表客家的作品。点陶拓展了大家的想象，多了质朴纯真的美。现在会用一些泥浆的方式去处理，让它产生虽然有颜色，可是它会有内敛的土感。技术改良技术改良是新的尝试，还看新的做法。这几年的思想有一些改变，说做上一些比较落实在生活上的，像做名片夹之类的东西都有。像我也有用到琉璃来做桐花，然后把琉璃跟陶瓷的结合，让桐花常伴身边。参与海内外40多次联展，获奖无数。坚持艺术要有在地特色，100多件作品都有代表土城的桐花。伍昆山不断想着还可以再做出什么，满室的创作或许是最好的答案。技术改良，迄较新嘅做法。技术改良，迄较新嘅做法。谢谢宗仪老师。